后来，有关这个新冠病毒，最近连续有几来病例找无感染源，嘛，互人担心讲台湾是毋是有未少稳重的确诊者呢？像这个8月初2，为台湾过去香港的这个台湾籍的女子，确定就是患着新冠病毒。感染科的医师王立明讲，以潜伏期3天到10天来算，这位女子伫台湾感染到的几率比较较悬。虽然讲台湾社区即卖是相对安全的。 但是也是有零散的感染者咧传播，若是防疫来放松，这个秋冬真有可能会有第2波的疫情。伫香港红列为本土病例50几岁台籍的女子，伫7月27来到香港采验阴性了，佮拍走。伫8月初2再一次采检煞来确诊，但是伊的感染源伫对拢唔知。感染科的医师王立明就讲，以时间来算，伫台湾感染的机会较悬。在香港其实待5天，那之前1个月在台湾。 以日期来讲呢，它台湾的可能性当然是稍微高一点。如果他是8月2号前1、2天才出去的话呢，那基本上就不是香港了，因为太短了，潜伏期太短了。虽然有可能伫咧台湾感染，但是王立明讲，这名女子伊伫咧7月27到7月30号伫咧香港拍走，以上底3天潜伏期来看，嘛有可能伫咧香港感染。不过台湾也是连续几啊天有真侪个不明的感染源。 也使人烦恼是不是进入第2波的疫情？现在是第1波大概结束了，那第2波还没有正式开始。台湾境内说不定有零星感染者，慢慢在传。每次全台湾可能就是几个人在被感染，然后他们又换成另外几个，那人数没有明显的增加，使得他们很不容易被侦测到。 王立明讲，虽然即马台湾的社区也是安全，但是大家若是放松，唔挂喙暗，等秋天一到，天气反冷，病毒的传播就会变强，所以防疫千万唔当放轻松。